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平阿土啊，观众朋友，咱真遗憾出现第二个儿童重症死亡病例，即阵病医拢是人，即个囡仔转院过程嘛有开一寡时间，咱今仔日会来讨论处理儿童中重症量龄甲定数的问题。今仔日有70多万 BNT 预防针送到台湾，指挥中心讲上紧24号儿童就会当开始做。嘛，个咱即马需要久长来面对即只病毒，指挥中心开放65岁以上老大人，甲免疫力较低的族群来做第4档预防针。符合资格有400万人，到6月会有搁较侪老大人符合资格，通好做第4档。咱大家就爱替厝内老大人来张持。9月有孕妇生产大出血，加在囡仔出事是阴性，有新的。古路做预防针嘛是一个爱特别来讨论的问题。疫情发展到强峻的坎站，咱减轻灾害爱大辛苦咱的老大人、幼稚囡仔、甲抵抗力较低的人，这个问题，咱共同来讨论，共同来努力。小开现场来宾邀请中华美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嘛邀请线顶国家卫生研究院周彦宏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今仔日指挥中心有新的措施，为5月17开始吼，甲确诊者当大的人，若是有做3档预防针做有满，就免隔离加7天的自主管理。确诊者维持7天隔离、7天自主管理。另外一个新措施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若是快筛阳性，吼，经过医师的评估，会当提抗病毒的药哦。来讲到药因案会有灭沙东的药来到台湾，即马疫情在炭烧，吼，咱真烦恼，咱的囡仔人哦，有家人有一个2岁的囡仔人哦，因为重症来死亡，伊转院的过程哦，开4点钟，即马针对这个重症跨区转诊的管道，有妥善来使用无？咱今仔日会来讨论。过来，咱讲学校内底吼，高中以下，立法院法制局建议讲会改。停课到5月底，也是讲直接停到休热的时阵哦。医生讲，即马出生率较低吼，重症儿童医疗的资源有较少，而且阁有人力的问题吼，照顾成人的病医无法度连伊来接照顾囡仔人吼，建议规划儿童专职的病医。过来，咱要来讲预防针。今仔日有70多万剂的儿童 BNT 的疫苗到台湾，上紧5月24号就会当开始做。另外吼，65岁以上中照机构住民，甲18岁以上免疫力较低的人吼，指挥中心开放做第4档的预防针，总是爱甲第3档隔5个月。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指挥中心今仔日疫情记者会。我们昨天新增的本土的病例61697位，另外呢境外移入的有57位，昨天我们新增的死亡有29个。好，所以打满3剂本来是要列入同住家人的打满3剂者，就是可以免居隔，那所谓的3+4，那3天就不再居隔。好，他只要全部他的7天，等于是本来3+4这7天，他只要是快筛阴性可以上班，那可以出外采买，那当然去看病领药，这当然不是问题。那但是要求不要到人潮拥挤处。是5月18号起，65岁以上快筛阳可以经过这个快筛阳可以经过诊疗，那达成医病双方的一个共识。那可以来做确诊，那接着确诊以后，可以根据这个确诊做以下所有原来的该做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莫沙多Monopiravir 这个在今晚上会到货35280万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指挥中心今仔日的新措施吼，是要集中医疗量能来照顾中重症吼。5月17开始用快筛取代隔离吼，关键的病医护人员吼，确诊者甲当大的厝内的人会受到影响。
头一个就是确诊者维持7天隔离、7天的自主管理。今仔日上大的改变，就是讲，若是住3栋以风下确诊者的东大厝内的人吼，唔免隔离。加7天的自主防疫吼，若是无住3栋的人吼，就爱3天隔离，加这个4天的自主管理。总是咱即马来看哦，为疫情开始炭烧到今吼，咱的轻症甲无症状比率是99.7%。咱即马来请教线顶周老师吼，咱看到即马的状况，而且指挥中心一直在甲防疫的措施放零。咱知影韩国疫情真严重的时阵，伊有一个救东放轻的这个措施吼。咱即马台湾敢是咧行这条路咧？哦，是啦，主持人吼，咱即马吼，指挥中心就为着考虑到咱的医疗的量能吼，是本来就是爱行这条路啦。你家己来想看嘛，因为咱即马台湾吼，一个医疗量能，是讲全部吼，一寡从上地方的诊所一个甲医学中心来讲，咱每个容量呢是50万的人，但是呢，咱的所谓的门诊吼，第一线的门诊吼，咱的上最的量是20万人。我讲的这20万人，这是安怎？是全部，不管你是毋是叫 COVID-19 感染，你是糖尿病、心脏病，还是一寡外伤、创伤，总共的一个量能。但是呢，咱即马目前呢，病例已经突破到6万以上啊。所以呢，为着要维持的医疗量能，咱一定要做所谓的医疗的检测的分流啦。即马的分流，这就是呼应即马所谓的要逐步走向病毒共存的一个过渡的时期吼。要应遮侪人啊检验者，咱若无法做医症安尼，全部拢会使直接去看门诊，还是甚至住院。所以咱即马会使做的，就是甲中症甲重症的人，甲轻症甲无感染者的人，即分开。这分开了后，咱把全心全力的努力呢，来维持咱中症甲重症的病人去做上好的医疗的照顾。所以这种分流吼，一方面会使维持咱的医疗的量能的完整的运作；第二方面呢，嘛会使咱减轻咱即个医护人员人在第一线伊的工作量能。另外佫一个就是最关键的物件是咱的药物啦，包括抗病毒的药物还是疫苗来讲，咱即摆疫苗来讲，因为咱即摆疫苗已经拍到第3剂以上已经8成，对不起6成，但是呢拍到第3剂以上的要超过6成，所以咱即种已经有即个条件来做所谓病毒共存的方法。即摆就慢慢来开放的过程中，咱即摆会使做，就希望咱重症甲重症型治疗上好，但是呢，对于无症状的还是轻症的，这会使尽量的在厝的做家己医疗上咱家己的照顾，因为即摆你若打完满3剂的疫苗的人来讲，这人基本咱慢慢照顾，通常甲2天甲5天来，拢会使慢慢好去。用这种方法呢，慢慢咱嘛会使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的一寡目标啦。所以我感觉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所以嘛是会使一方面是咱维持咱的医疗了，另外一方面是咱的经济的活动力，袂因为安尼疫情的大爆发吼，甲咱严重的损害咱国家的一寡经济的一寡能力啦。这我是感觉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方向嘛是正确的。是，多谢朱老师吼。咱即摆来请教现场林医师吼。若是讲要救东放轻吼，咱的这部进程一直有在讲，即摆可能有乌数，即几工嘛，大家都在讲这个乌数的问题。不过，伊若是咱讲乌数，敢毋是讲伊是轻症，还是讲无症状？若是真正呢，咱即摆应该无需要搁去药医乌数，敢毋是？乌数其实是袂少啦吼。是。乌数分2种啦吼。一种就是咱即摆医疗量能，一天会当做偌济 PCR 确诊的数目，是，这有迄个限制伫的啦吼。所以你无爱着讲你偌济人确诊，我着做偌济人，无法度。是。第二方面，
确实有一寡人确实是确诊，安怎讲确诊呢？伊快筛验开是阳性，但是伊无爱搁走去病院搁去验一个 PCR。哦，是安怎呢？又袂入去啊！病院即摆拢嘛有限制呢。伊讲，我著一工会当做几个，你甲我有约入来，满我著无爱做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做啦，毋是讲无爱做啦。啊，所以有人嘛足麻烦的，我著搁走去行路去病，你袂使讲凊彩去呢，你爱家己行路去，无你著骑脚踏车骑倒来，你袂使坐公共汽车去呢。是。吼，啊，你嘛袂使凊彩坐计程车，你若要坐咧防疫的计程车去啊。所以有个人嫌麻烦，干脆啊，我就转住厝里头啊，我就当作我是阳性，我家己隔离嘛。是。吼，啊，遐个人袂少，你敢知影？快筛阳性，伫即马台北市、新北市差不多97%，就是 PCR 阳性啊。哦。所以差不多的快筛阳性，差不多就是 PCR 阳性，差不多就等于是确诊啦。是。所以乌数其实袂少，所以你讲咱一讲6万几个，其实我咧看吼，足济呢。阮咧诊所咧看吼，逐工嘛咧看这个病人，我逐工嘛会撞会着这确诊的人。是。啊，确诊的毋是一个人确诊哦，你看到一个确诊，是代表伊规个家庭内面，甲伊含伊接触的人，足济人拢有确诊哦。是。是无验尔，落尾会佫验落就佫确诊啊。哦。尤其是厝里的人。你讲厝里人一人确诊，恁厝若无够大间吼，你绝对其他的人拢确诊啦。是。大细汉拢确诊，所以这乌数实在是足济啦吼。啊，所以因为乌数足济，啊嘛是无法度的代志，这世界大家拢共款。啊，所以政府是安怎讲？即马要掠动放轻，无能力嘛，无法度啊。啊，问题咧，敢若是台湾的代志？毋是啊。世界各国拢有经过这个艰苦的时阵，是，各国嘛是到尾啊，两只手下咧嘛无法度啊，放互去嘛无法度啊。美国是咱讲世界医疗上好的，医疗设施上好的，偌好，技术偌好，拄偌好，伊死偌济人，100万人以上啊。哦，死100万人咧，南韩较早嘛讲咧控制了偌好。较前一站毋是讲咧变甲咧规个一工几十万人，是，对吧？啊，即摆嘛伊放互去啊，伊嘛是放互去啊，即摆嘛咧开放啊，不管啊，无法度管啊，一方面无法度管，啊，一方面管袂了。哦。所以咱即摆政府讲要掠动放轻，无毋对啊，我嘛同意啊。啊，是我你想讲好啦，你讲确诊的家人，讲你会当0+7，意思是讲。你若快筛阴性，你会当搁出去行路拢无要紧。啊，是安怎会安尼？理论上，敢是讲啊？你一个人快筛阳性，你厝里的其他人，理论上若伫较早，你搁几个月进前，遐个人做伙隔离，拢袂使走。是。啊，即摆是安怎会当走啊？用快筛阴性就会当走啊？就是无法度嘛。遐济人拢互你隔离起来，啊，台湾要安怎运作？就无法度啊，大家拢调咧啊。是。啊，佮讲，嘿，这个人，你讲拢过调，遐个人是咧创啥物代志？伊爱去上班的人咧，伊是爱去服务的人咧，伊可能爱伫迄什物驶车的人，伊是要无来咧驶火车驶，无法度啊！你大家拢甲隔离起来，咱台湾就拢免震动啊。这甲咱的经济嘛有关。经济嘛，甲民生经济就是爱顾嘛，所以无法度。所以我知影啦，足侪人想讲，啊，是安怎你放去？讲实在，快筛阴性，敢真正阴性，无遮病咧，是安怎讲？嘛是有可能伊有喂着病毒，啊，即摆 CT 值已经30。你病毒爱足济，你快筛才会出来。是。理论上，这快筛阳性，你来用 PCR 搁去验一摆，可能足济人可能也有咧。哦。好，啊，你若快筛阳性 ，PCR 嘛阳性，迄无会讲。啊，但是快筛阴性 ，PCR 阳性搁足济。是，差有20-30%。是，所以咱等于甲放20-30%的人，确诊量处理共款嘛。哦。所以你讲是安怎0+7，是毋是有风险？有风险，但是是无法度。是。你若拢甲加起来，咱台湾无法度运作嘛。是。所以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啊。咱继续来请教一个问题，咱即摆讲Omicron甲
流行性感冒，无啥物前差。毋过咱知影感冒，咱会讲啊，这感冒病毒就无药医吼，你加啉水啊，休困就会好起来。啊，若是Omicron甲感冒有接近，若是轻症还是无症头的人，敢是嘛是同款的手路会好起来？对，但是咱袂当讲流行感冒无药医哦。啥咧讲流行感冒有药医哦？是。咳流感哦，敢是咳流感有药医啊？是。所以流行感冒毋是完全无药医的吼。即马咱讲这武汉肺炎有药医无？嘛有药医啊！你看辉瑞、Paxlovid， 甲迄个莫拉皮拉韦这 MSD 的公司，嘛是有药医啊。是。吼，啊这预防的效果嘛袂歹呢。是。伊咱避免对轻症变做重症，所以是安怎？指挥中心讲65岁以上，你若快筛阳性，就会当开始用药啊。免搁 PCR 较紧较来用药啊，是，无毋对啦，这是嘛是正确的决定。是，你遐老人啊，你搁要等 PCR，搁等几工？你药也是愈早用愈有效，毋是讲5工来用拢有效，毋是无共款哦。甲迄个咳流感共款，流行感冒，你嘛是愈早用愈有效果，愈慢用愈无效果。是，所以是安怎开放65岁以上的人。会当快筛阳性，就会当用啊，毋免搁再等。其实哦，你快筛阳性等于差不多 PCR 嘛阳性，其实嘛免等啦。是。啊，其实毋是干65岁以上的人较安尼做，我是感觉搁爱搁开放者啦。遐有本身要咧较差，有糖尿病、神经病、什么心脏病、肺病，这本身病了咧较少的人，应该嘛爱开放。快筛阳性就是 PCR 阳性共款，你来当做较紧就会当用啊。是。除非你无药啊。你若讲无药通用，无会讲，你就爱找迄个愈严重的人去用，较轻的人无法度。是，我就是安尼嘛，掠重放轻嘛，就是安尼嘛。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今仔日的新规定吼，就是较侪65岁的老大人，你若快筛阳性了后，这是5月18号开始吼。65岁以上快筛阳性，不管是用去看医生，还是讲线顶看医生，医生甲病人有这个共识了后吼，爱做一个代志，就是讲你已经符合用抗病毒药啊，医生爱评估讲你有咧食别种药啊，会有这款副作用，而且会甲别个药啊吼，安尼来产生对身体无好的这款的状况吼，若是。拢同意，就会当开始摕药啊。不过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唔通家己改你的量，还是讲使用的方法。咱来请教线顶周老师吼。咱讲看到 Paxlovid 这款的抗病毒的药啊，再来根据国外的这个资料，伊甲侪药物吼，有这个冲突的状况哦。实在是真侪。国外的这个用药的指引吼，65岁以上老大人啊，还是讲免疫力较低各种的慢性病的病人咱顶礼拜有一个医师讲吼，其实国外有侪国家吼，无这个65岁以上，为什么呢？因为65岁以上的人大部分大面拢有慢性病啦。即马65岁以上确诊吼，要用这个 Paxlovid 的药啊，周老师，你感觉需要搁较注意什么款的状况？即马因为咱即马这药啊吼，伊的副作用吼，大部分就是咱个药物交互作用啦。是。这交互作用呢，目前甲，譬如说甲一寡糖尿病药啊，心脏病药啊吼，只个听讲吼，伊的两个你若咧长期咧使用咱即款药啊时阵，即阵你若要用着这 Paxlovid 的药的时阵吼，伊的交互作用就是惊讲安怎啦？伊定着会得到。较严重的肝毒、肾毒啦，这肝毒佮肾毒的，就是讲咱即款副作用啊，是惊讲虽然咱咧医治 COVID-19 即个病，但是咧，互你完全你本来的慢性病咧，佮病情病情搁较严重啦，所以这方面咧，都爱医师来评估啦。讲啥物这药啊吼，伊咧使用的过程中吼，若有一寡慢性病咧使用，就是唔通希望讲有药物交互作用啦。除此之外了，大部分伊即马就无啥物限制啊。哦，你若是属于65岁的人，但是你若是药啊已经停过，伊虽然是慢性病，但是呢，伊可能维持咧真好的时阵吼，其实医生拢会使考虑，会使搁使用
辉瑞药啊啦。所以咧，即摆就是讲吼，要用这药啊，尤其这65岁囡仔老大人时阵吼，你着爱诚实的告知互医生讲我有即摆咧使用一寡慢性病药啊，来根据再来决定讲你要安怎来食这药啊，因为你食这药啊，佫分足侪种。另外是你的剂量是毋是因为你是即摆有慢性病，是毋是爱改变？伊这拢有即摆有规定啦。即摆就是讲，比如讲，你若属于长期高血压的人国外研究就是讲，我的 Pasavoy 的这个药啊呢，可能爱减半。比如讲，咱早晚拢爱食2片，即摆呢，因为这个慢性病的使用是毋是我慢性病的使用咧食的时阵呢，你要抗病毒药啊来减，也是讲你若要时阵呢，你的评估的状况了后呢，是毋是慢性的服用的药物是毋是爱再停一顿啊2顿安尼？这拢是爱经过一寡医师的评估才有法度做。所以讲即摆除了这个用药，另外一摆较注意的是讲你是孕妇的病人啦，你若怀孕的妇女呢，即摆目前会用的嘛是甲辉瑞这个药啊会使用尔。同款，伊这嘛是有规定讲，你的怀孕的周期数是对几工，你若有，比如讲一两个月，你怀孕的时阵，你就袂使用这药啊。但是你超过2个月以后，你的所谓的胎儿稳定的状况下，你即摆就在使用这个 Pasavoy 这个药啊。所以这部分拢爱诚实的告知咱的医师啦，互伊去评估安怎来使用这药啊。我感觉这是安全的。是，多谢周老师。咱即马来邀请金健康洪素卿总经理。嘿，大家好。所来请教洪总经理吼，咱知影即马对抗病毒药的了解是，你若是准做胃肠病毒，甚至是有症状嘛，毋是讲逐个人拢需要即个药啊。有慢性病的可能较加65岁以上老大人，才有可能去用即个药啊吼。总是伫你的了解内底，咱即马对即个药啊的需求感有真悬，因为逐个人拢咧讲济。包括台北市长都讲，若是伊就是确诊，就连面互伊药啊，敢是安尼？即摆就是讲，咱未来咱若确诊的人愈来愈侪，当然对即个药的需求会愈来愈侪啦，这是一定的。可是就是讲，毋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就是讲，因为之前做研究，就是讲，咱是感觉讲对这老大人，还是对这有慢性病的人，其实伊的效果真正真好。因为之前在香港的所在，伊有去分析讲，伊还未有药啊来到香港，甲伊开始用药啊，病情差不多，年岁差不多，本来的症头差不多，有用药啊，甲无用药啊差别。不论伊是用辉瑞这个，还是用默沙东的，对这减少这死亡的风险，差不多4成到8成是叫使用，就是确实是有效。你当中就去看讲，什么款的人无用到药啊？这嘛是安那咱即款咱指挥中心讲，即马65岁以上伊也快胎阳性，咱就甲伊做讲用爱食药就紧食，因为发觉讲香港咧用的时阵啊，遐个无办法食到即个抗病毒的药物的人真济拢是因为伊确诊的时候已经超过5天啊。伊讲差不多分析起来有6成是即款人，伊是因为伊发觉的时间伤晚，所以已经超过5天。咱若讲超过5天用这抗病毒的药物，伊效果就无遮尔好啊。所以咱指挥中心才会讲，咱是毋是？尽早该用，所以你即马总讲你也是65岁以上，还是讲你本来就是你隔离，还是你本来你防疫检疫，还是你本来是你个叫做自主防疫，即款人你即马伫厝诶，你也是讲快胎已经阳性啊，甲医生连线了后，医生讲这应该是安尼，有需要使用诶就紧用，因为爱。5天内底用，就即马同惊是啥？即有当时有一寡民众伊就家己讲，哎呀，我即马自我盖牌啦。什么叫自我盖牌？我身躯边有真寡即种人比如讲，因为我即马快胎阳性，要做 PCR 拢是啥物人？拢是要去领保险的啦因为讲免啊，我就是
即摆我著快太阳性，我甲厝的家己关7天、看10天就好，我卖出去喂互别人啊。我先一定爱去 PCR。可是即摆是个问题啊，总共你也可能是65岁以上，还是你是拄啊林秘书有讲着，讲你可能是寡慢性病的这头，比如你有免疫的问题啊，还是你有心血管，你有整过支架啊，吼，还是你有油脂问题，你可能是洗油脂啊，啥？你这个人，你平常想讲啊，不要紧啊，啊，著快太就有2条线，我踮厝的，无，这个人就要紧去。如果你因为即摆分2条线，一条是65岁以上，因为快太阳性就用摕药嘛，吼。所以如果是65岁以上，你看2条线，你就跟设法吼，甲医生联络。咱就开始打电话，还是讲啊是视讯看诊，啊紧甲伊讲，你看我这个情形是毋是爱用药啊？啊有一寡人毋是这个范围内底啊，伊毋是快太阳就用药啊，伊可能爱 PCR 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你可能爱紧去设法找所在，甲因做 PCR。啊，因为咱即摆 PCR 的好处是讲，即摆有足侪社区的这个，不论是车来数啊，还是社区的检验站啊，还是即摆有一寡诊所，伊嘛有加入做这个 PCR， 要紧做，你莫想讲啊，不要紧，等，无一定我即摆无状况，因为伊就是你无啥物镜头的时阵，你是高风险的人。5天内底食，才是上好的。你莫想讲啊，我就感觉无安那，小可感冒，无一定。你错过的时间，你就是变从感冒变肺炎，还是变更加严重。所以我感觉大家爱把握一个，莫想讲，哎哟，去病院等足烦的。无需要去等的人，莫去等。可是咱是风险较悬的人，咱有当时啊，总啊无刚好，毋是遮个规定，用个要 PCR 的人，嘛是赶去做，安尼才有办法救家己，嘛救病院啦。因为总啊，咱是。为轻症变重症，伊需要的医疗的能力足侪，嘿啊，需要的医疗能量会搁较侪，啊，咱家己避免变安尼，啊，对病院好嘛，对家己好。是好，林秘书，咱来讲这个药啊吼，都甲足侪别项药啊，有这个交互作用实在是真侪，啊，愈紧用是愈有效吼，啊，若是。甲别项药啊的交互作用太侪，敢会互侪人无适合用这个药啊？若是讲有啊，伊本地药爱停偌久才会当食 Paxlovid？ 好，讲这哦，足复杂的。你敢知伊甲偌济药啊有迄个交互作用？1000几项药啊。哦。啊，但是时常咧用的，就是个心脏病啦、降血油的啦、降血压的啦，啊一寡抗生素啦，啊，迄个生果迄个类的抗生素迄类的，足侪药拢有作用，甲一寡精神病药啊嘛有，爱困药啊嘛有，拢有作用伫个啦。所以足复杂的，有影是足复杂的。上好你是讲莫伤侪药啊，得食伤侪。你若真正食伤侪，毋知要安怎减。啊，一般来讲是安尼啦，因为这个药啊吼，伊会影响肝脏去代谢其他药啊的迄个功能。是。所以比如讲，别人药啊，若咧做伙食呢。伊的量就爱减轻，甚至爱暂停。是，所以若讲你咧食药，你除了医生以外，药师嘛爱注意啦。药师咧放迄个摕药啊，互病人迄阵，嘛爱了解讲，即个药啊吼，你有咧食，当时咧食什么药啊，是毋是爱减轻？普通拢是要减轻啦，绝对毋是加重啦。是，拢爱减少啦，甚至爱停啦。有即款是爱先停，像我降血药的药爱先停。你咧食即个抗病毒的药啊的时阵，你一寡降血药爱先停，是先停了，食了，你较搁食继续药。啊，有一寡咧防止你血，比做迄个建一寡血角的药啊，嘛爱减轻。是。所以足复杂的，其实足侪医生嘛是拄仔咧开始咧研究咧。但是即个药啊效果实在是袂歹。因根据伊的研究一般9成啦，就是讲。伊会当预防9成的轻症变做重症，对，所以真效果真好啦。是啊，即个药，即马进前迄个领的人足少，即马足济啊。即马大拢知影即个药啊。是。所以真侪人会来领，大部分是讲咱符合迄一寡有一寡医疗条件伫，伊毋是讲逐个人拢会当用哦。是。高风险的人、老人，本身有心脏病、什么病腰子病、什么病，甚至讲迄个艾滋病的迄是，迄会当用，但免疫力较少的人，才会使用，啊无嘛无够用啦。今仔讲实咱台湾差不多70几万份，是，迄个 Paxlovid 是啊，所以你敢若70万份，你若讲咧感染落，你若逐个人拢用，早就无够啊！你看咱台湾即摆已经感染，已经总数已经偌济啊咧，
唔知几十万，可要上百万，你若大量用，绝对无够用的啦。是。啊，这个药啊，嘛有这个会所的迄个12岁以上，譬如拍斯多维12岁以上才会使用。对。啊，你个莫拉皮拉韦，才18岁以上才会当用。啊，但是吼，伊中途佫有一寡较美角的所在啦。是。啊，所以你若要，反正医生会去决定就对啦。哦。啊，但是即马讲下，你若真正有即个问题，你免惊，你就甲医生讲，医生自然会开互你啦。是。吼，即马抑佫真充足的啦。是。未来是毋是安怎，唔免讲啦。但是即马上尾抑佫真充足的吼。是。政府有当时咧加药啊过期，到时无用伊，佫互弄黏咧。所以即摆也真充足的。哦。你若有符合迄个资格，你做你讲。是。吼。是。好，观众朋友，若是确诊有符合用药的资格吼，你爱甲学生，你爱甲医生，有路来讨论你咧食药啊，啊，你身躯上，敢有这个慢性病，安尼来摕药啊，对你的身体是上好吼。咱即马来看这位中心，今仔开放65岁以上吼。以及中照机构注明，另外18岁以上免疫力较低的人来注预防针。全台湾差不多有400万的民众符合这个资格，总是你需要甲你的第3档隔5个月。咱讲18岁以上免疫力较低的人是啥物款呢？就是讲你。一档内有捌接受到这个癌症的治疗的人啦，因为安尼来免疫力较低，也是讲你有 HIV 阳性，过来你有器官换器官，也是换干细胞，有咧洗油脂有咧食亚里的免疫力药啊，食的人会当来注第4档。不过咱要注意注这个第4档即马有开放，拢有开放男的注白机啦。选择有 Moderna 一半，也是 BNT， 也是高端。就是讲你进前注的预防针，若是你的副作用足强的吼，即马有开放讲你注白机来注你的第4档，总是爱过隔5个月。今仔日有侪民众赶紧要去注第4档，毋过无隔5个月无注到大家爱较张持咧。不过咱即马来看有幼囡仔因为动症死亡的病例，咱先来看报道。飞龙机豆豆驶入去机场的跑道，透早5点44分，华航 CL5528的飞机为德国法兰克福飞来桃园机场。这批原本12会送来台湾的疫苗，也就是头一批台湾家己采购的辉瑞儿童新冠肺炎疫苗，差不多777600筒，因为资讯系统出问题，16才送到位。快速通关了后，疫苗直接送去指定的冷藏物流中心做接续的检验甲封检，按算注射的时间可能会定伫5月20日后。即马本土疫情食力，囡仔确诊的病例数增加。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已经有超过6万位9岁以下囡仔确诊。虽然目前儿童专责病房有221张病床，北部各大间病院拢还有10张以上的病床。不过，要是发生家人市有一个2岁确诊的查甫囡仔，伫5月13暗时发烧烧到42度，送去卫福部家人病院挂急诊，因为病院无儿童加护病房，需要转院。卫生局协调4间病院，嘛拢因为无病房，无法度来收治。落尾虽然是由台北荣总来收治，不过也是救无转来。针对这点，有医师就讲，最近这几年因为少子化甲工业进步，囡仔感染重症有减少，所以儿童重症医疗的卡手甲设备确实是无够。如果儿童的重症真的还是持续会出来的话呢，专责医院里面的儿童病床或者儿童的加护病房就要开始来运作。然后最主要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进驻了，因为整个加护病房是要很吃人力的。儿童的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的疾病，大幅度的减少。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儿科的急诊、门诊，还是病房住院等等，它的量能都不断在下降当中。大量的儿童的确诊的伤患，进入到医院的话，自然它的量能就会感觉会比较不足。面对话到的囡仔愈来愈多，医师表示，热血通道虽然是会当消透人流，不过也是无法度解决重症儿童病床无够的问题。建议应该要考虑规划儿童专责病院，而且征调退休的护理人员来投入门诊甲体检站，来解决目前医护卡手无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这个家人
2岁幼囡仔染疫死亡的病例吼，5月12号伊是快胎阳性，13号的时阵 PCR 阳性，病情转重了后送家人病院，迄阵伊的温度是42度，而且佫有即个袂喘气的状况吼，毋过伫即个中间要送其他的病院有开始点钟吼，5月14号天曝光的时阵到台北荣总，毋过到8点的时阵来死亡吼。咱即马已经有6万个幼囡仔来染疫，占全国确诊数的11%。观众朋友，你若是厝内有幼囡仔吼，你爱注意一项代志哦，就是即马吼。要转动静的时阵，你的囡仔可能会有无发烧吼，肠气急促的问题，脱水，也是讲口无目屎吼，意识无清楚，这款的状况，你都爱注意。即马咱看到台大病院医学部的主任吼李建忠医师，伊有讲 Omicron 这个病毒对儿童的影响真大。伊用美国的资料讲 Omicron 的时期吼，儿童住院的比例是 Delta 时期的5倍，死亡率称悬3.3倍吼。咱来请教林医师，敢真正是安尼，就是Omicron对儿童的影响较大。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讲Omicron感染的儿童较侪人啦，是，毋是讲伊比 Delta 较严重，伊是死亡数较侪，毋是讲死亡率较侪啦。哦，好，这佫无共款。是，因为第一方面，咱这个儿童即马拢无注疫苗，对，所以伊真容易感染。较早 Delta 不管 Delta 迄阵咧流行迄阵，伊感染性较无遐强，是，所以感染的人数较少，所以死亡的人数也较少。即马Omicron感染遐济，你看遐济人、遐济囡仔拢无注疫苗，大人拢注过啊，囡仔拢无注，所以即马感染量主要是囡仔，就是安尼啦。是，因为拢无注疫苗嘛，虽然是较温和，但是问题就是总是有一寡人较严重，像即个囡仔就好啦，2岁烧到42度4，我看一个惊一跳呢。我讲实哦，我一世人也讲迄看着囡仔讲42度4，我若第一遍看着讲伊42度4，我会讲伊量毋对伊的。哦，我普通有当足侪人甲40度2变做42度4。足少讲烧到42度4的，你若烧到40度，足厉害，哪有可能讲烧到42度4？是。若讲真正烧到42度4，这个囡仔可能爱专程去甲抹水啊。哦。互伊赶紧体温去降落来，赶紧降落来。是。哦，袂使烧到悬，烧到悬真正头昏脑顿，毋知烧到安怎去啊。是。当然，伊是毋是引起脑炎？真歹讲啦，这当然，你若真正脑炎，应该是会当搁做迄个凝骨水的检查会较准啦。但是毋知老尾毋知有检查无，毋知影啦。但是事实上烧到42度4，我相信即个囡仔伫咧送病时阵已经是安尼，人已经差不多精神啊，足歹可能那个两神啊啦。看起来，这个病毒发展了足紧啊！林医师，你嘛捌讲过吼，就是有当阵你准做足紧送到病院嘛，无一定叫会转来。伊佫有救紧的，你看，佫有救紧的。是。所以一般即个囡仔救紧吼，一般是拢真严重啊！一般若讲，咱有一种救紧是叫做发烧引起的救紧，迄较简单。是。迄有当时救紧了，人醒过就佫无代。若引起脑炎的救紧，足歹救过来，迄就是脑炎的现象啊。是。你脑炎的现象就是讲，你虽然烧，你甲降落来，伊嘛是个人头昏迷不醒共款啊。是。就是你一直恶化去啊。所以即个囡仔咧，到尾因怀疑讲是毋是脑炎，当然伊是 PCR 阳性的哦，表示讲即个武汉肺炎即个病毒可能有走去到伊脑部内面哦，真有可能哦。那假使讲伊来送病院、送家人病院阵，人拢无清醒，是，安尼真有可能是脑炎哦。是。因为即个病毒毋是讲干那呼吸道的代志，毋是讲干你鼻仔、即咽喉、甲肺部的问题尔，病毒有当时会四界走的哦。是。走去脑嘛有可能，走去肝、走去腰子、走去甚至皮肤啦啥货关节，拢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是。你若变迄个愈歹的人，伊走的会当走愈远，走愈侪位。是。所以你若无爱就甲限制伫咱的呼吸道内面，伊就是黑白走啊。哦。落尾即个囡仔是真不幸啦吼，因为普通咱讲，囡仔应该得病，一般
是较安全较对，结果伊发死亡。啊，咱袂当讲安全，就是表示大家人拢安全，是相对安全，毋是绝对安全。吼，那像咱讲老人是相对无安全，但是毋是绝对无安全。嘛有人老人诶90几岁、100岁，结果染疫了，伊嘛是恢复倒来嘛有啊。哦。啊，但是你看，你若看咱的重症率、死亡率，拢老人足济，囡仔较少。是。不过咱一直咧讲大量感染的这个时期吼，儿童染疫的比率会愈来愈悬，即马才12%。未来可能会搁较悬，啊，若是这个母数搁较悬起来，发生这种重症的案例会搁较济，无毋对，因为大人拢做过医用车足济啊，所以因染疫的重症的机会较少去啊。是。啊，等到囡仔无做，啊，因感染的机会足大的，啊，感染机会足大，总是有一寡人就是较严重，就发生问题。所以是安那，咱即摆讲呼吁大家爱做囡仔爱做疫苗，今仔日迄个 BNT。儿童的 BNT 200啊，是啊，进前做莫德纳，足侪人，差不多2、3成的人做尔咧。哦，啊，6岁到11岁，2、3成的，大家咧惊讲莫德纳毋知副作用无？啊，讲实在莫德纳甲 BNT 相差真有限啊。是，有做较重要，无做就是咧等确诊，毋是咧等 BNT 啦。哦，我讲实在，你若无做，无赶紧做，你就是等着确诊，毋是等着 BNT 啦。是。所以我想讲这。疫苗的代志嘛是真重要，当然当初要做毋做，大家搁咧真怀疑的，到底是要共做毋做？啊，囡仔得了普通拢较轻症，啊，你甲做这啊，若副作用引起心脏发炎要安怎？大家嘛咧烦恼这个代志。啊，当然咱就爱考虑讲利益甲歹处，啥物人较重较重？哦，你若讲利益较重，歹处较少着，安尼就会使做啊。哦，袂使讲要等到完全讲哦，我一定讲。拢有利益，啊，拢无歹处，迄无可能的，世间无迄个代志的。是，好，咱即下来请教洪总经理吼，咱看到即个幼囡仔在转院的过程中间吼，要转3种无病床，啊，大病院嘛无病床，总是咱逐工咧看指挥中心吼，伊即个专责病房的空床率是差不多要5成哦。不过即马即个囡仔煞无所在通好送，总是咱知影讲一个病院内底吼，除了有病床咧，也是无够吼，爱有即个人力，爱有骹手吼，咱就知影即摆儿童重症的即个人力可能有小可无够的状况吼。洪总经理，你的了解是安怎？咱有当时讲吼，即摆疫情嘛是来考验讲咱本地咱的医疗的即个情形是毋是有一寡无病不平均啦？就是讲。就是像拄啊夏医师咧讲的，因为咱长期以来，咱可能儿童的感染症嘛做了真好，咱预防车做了真好，咱囡仔佫生了少，所以咱这儿科的重症的医生吼愈来愈少。啊，有的病院吼，迄啊伊也无趁钱的嘛，这个无好趁啊，所以有的病院吼，迄病房愈关愈多，所以即马就是讲这个疫情之前呢。正啊，专门咧做这儿童的重症的人愈来愈少的情况之下，啊，即马突然间呐，这么这么侪囡仔染病的时阵，就发觉讲，咱感觉无适合的人力用来对应即摆情形，所以这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咱爱重心来想讲，咱进前在儿童的重症的这医疗的能力是毋是无够？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吼，其实即摆也是讲，指挥中心有当时咧公布的时阵，咱讲，咱即摆明明有5成的空的病房，可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讲，这病房里头，因为咱现在讲，即摆同较严重的疫情、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咱北部嘛，吼，北街头吼，嘿，湘北地区啊、基隆啊、桃园啊，啊，所以我即摆遮个所在较严重，啊，伊的病房敢有5成，因为可能5成真侪是伫南部，所以到底病房伫倒位，啊，倒位无够。第二就是科，就是儿科可能就无嘛，吼，这是一个问题。第三就是拄仔讲吼，讲其实即摆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啊，咱开这专责病房用开，可是咱人敢有？因为吼真侪病院讲，因即摆毋是无病房，是关病房。为虾米？是因为无护理师啊，因为护理师嘛有人会确诊啊。啊，护理师即摆是安怎爱另加请？因为真侪护理师啊，阮兜囡仔确诊，我著爱踮厝诶陪伊啊，我嘛爱居隔啊，啊
因这读册班级有一个人着，我嘛爱举个啊，所以拢变讲，不只是这个专责病房的能力无够，唔是专责病房才护理师，伊人嘛无够，所以就关病房。啊，佮即马佮爱甲一寡讲能力佮调去即个专责病房。我感觉即马咱敢看到讲啊，可能即个 COVID-19。造成的死亡，可是后摆，我这病房愈怪愈侪吼。你知影之前有一个急诊的医生讲吼，伊讲吼，伊有一工啊发讲讲，因这个急诊嘛，因为大家拢咧等病房起哩嘛，吼，结果呢，不管来是啥物镜头，差不多一半，头尾拢住喺专责病房啊，检查拢有啊。那你知影是你外口着，还是内等甲着？就变讲，即摆这个情形，咱嘛无办法讲一直开这个专责病房，因为。咱人无因为讲即个 COVID 来，我的病人就无去嘛。伊的心脏病嘛是有人嘛，中风嘛是有人嘛，嘛是有。所以即摆情形就是医疗的人力不足啦。所以安那去，所以有的医生讲是毋是？咱每次都爱拜托迄退休医护吼，有办法来帮忙无？啊，其实不止退休医护啊，即摆里面说因基层医疗嘛拢投入帮忙，就是尽量分流咧做。啊，可是遮无够的人，是安那家补上去，可能是一个问题。无即马我讲，即马咱搁还未到高峰嘛，因为咱指挥中心毋是讲高峰是你差不多5月20前后嘛，嘿啊高峰搁还未到，而且重症的人伊即马住病院吼，伊无遐尼早出院，伊也是累积的嘛，一直读起来，愈来愈侪人。即马同严重的时间还未到，如果咱即马情形，咱的医生力无够，咱病房无够，咱的护理师无够，咱未来会搁较严峻啦。是，好，咱来，我来补充一下，我来讲哦，因为我是小儿科医生啦，所以我来讲小儿科医生的人力的问题。小儿科医生哦，是一个足有的科啦。是。安怎讲？你看一个囡仔，你需要偌济人去看伊，敢知？你要甲听，要甲看一个脑，要甲煮一个食，爱了偌济功夫呢？爱了偌济人力呢？是。你煮一个大人，甲煮一个食，一个人对一个人甲煮落啊。你要煮一个囡仔食，6、7、8个拢规个拢来拖来，爱甲煮一个囡仔食，爱甲聊条安怎啊？搁喙紧较细条，啊煮袂落就搁有老母念嘛？你敢知影？哦。小儿科吼，本来就是拢伫病拢无趁钱的科，其实拢互病咧念的科啦。是，总是假人来上济。对啊，恁小儿科拢袂趁钱，啊是安那小儿科袂趁钱？因为小儿科看一个病人无啥收入啊，啊无啥收入，当然就互病院念啊。是。啊政府敢知影？知啊，但是无爱改啊，是安那无爱改？你讲啊你反正囡仔有人咧顾就好啊，伊也无要插伊啊。伊讲囡仔反正较少伊啊，啊若有人咧顾，若无人念就好啊，搁有人看着病就好啊。其实哦，这小儿科的人力，你看。较早的小儿科是偌大的科，即摆呢，小儿科真正足小的科啦。是。本来较早病院，我讲实，病院本来小儿科医生伫病院的人是差不多7成过去。哦。3成伫基层，伫诊所。到尾来，因为小儿科无人重视，拢咧了钱，病院就讲啊，恁毋免遐济人，恁有个人免遐济人，免。我了钱，你趁也无钱，你就家己走啊！啊，一方面我嘛无需要遐济人，啊，你就大家一直走，愈走愈少人。是。我讲你即个健保的迄个钱吼，互医一个儿科足少的。我讲你想讲医生吼，迄个小儿科医生爱了遐偌济，顾一个囡仔偌麻烦的代志。是。但是伊有当时爱想，甲大人差不多呢。顾一个大人较简单，顾一个囡仔偌麻烦的代志，愈以为囡仔愈困难。但是伊健保互即个小儿科的钱足少的，上尾是加1成、2成、几成，互你安尼尔。是。啊，但是小儿科这是几倍的人力，毋是几成的迄个人力尔。若是讲到这个美教，互咱若讲倒来，这个疫情即摆的状况，咱看到台大病院的黄立明医师吼，伊建议讲一定爱成立一个专职的病院，敢就是因为这个美教，因为专职的病房无够，因为你有病房护理站无护士嘛，无法度啊，敢会当集中起来做一个儿童的专职病院。啊，你专职病院，因都规个病房拢满啊，你搁有啥物专职啦？你是要甲遐其他专业人拢赶走去哦？啊，遐人要走去倒位啦？你是无够人，无够床啊！是。讲实，伊讲实，伊嘛可能政府对伊嘛是咧讲啊，可能这是一时阵的尔，嘛毋是随时拢有这，你就需要坐人力啊，嘛毋是随时拢遐坐病房。上重要就是讲，
做一个小儿科医生，趁无钱啦，伫病院薪水低，伫诊所也趁无钱啦，所以不然要做小儿科医生嘛。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是。伊无甲这个小儿科人生尽力的付出，当做是一个应该，互你较侪钱的条件。是。真正咧看一个囡仔，毋是遐简单的代志。但是政府认为讲啊，这甲大人共款，我互你的钱差不多就好啊，拢共款啊。日本哦，看一个小儿科的迄个病人吼，互伊加6成，你敢知影？真差会加6成。是。但是要有小儿专科医生才会使加6成互伊。台湾无啊，那有啥物话？咱当然对幼囡仔来讲，啥物人看到幼囡仔拢会当加啥物2成、几成？但足少的啦。我讲实在，咱台湾你来看迄个。逐个病院你来看，小儿科医生拢咧了钱的科，拢互念的科啦。你做到偌好嘛互念？是。你都袂趁钱啊！病院就是爱有趁钱的科，伊才会维持啊。有趁钱的科上大，袂趁钱的科上小，拢互 Q 的。哦。所以你啥物人要去带迄个袂趁钱的科？是。哦。洪总经理敢有要补充？就是针对这个疫情，即马咱要处理足可能的坐移动吼，来染疫啊，未来可能的动静搁较增加，你感觉应该安怎做？即马第一个重要的是讲吼，即那幼囡仔是儿童吼，读册即个小学啊，吼，各种即个囡仔，总讲也是本身吼身体较无好，有一个本来病情，也是讲有一个抵抗力的问题。即个囡仔正讲吼，爸爸妈妈互因赶紧去注意防射，这是第一重要的吼。第二重要的是，即马其实吼，你知影幼儿吼染疫同麻烦的所在，佫毋是破病尔，你知影？我去观察我边仔遮的朋友吼，大人破病下无一定会喂着囡仔，啊囡仔破病几乎拢会喂互大人，啥？因为你要家顾嘛，你家顾实在真困难的，毋是专业的人顾无去喂着足困难的。所以囡仔一着吼，规家伙拢着，啊，所以你要一拖就拖出去，啊，所以安那讲即摆的方法，而且除了注这预防射了吼，即个囡仔。我感觉咱读册吼，因为进前咱台湾一直真趣味，就是讲咱拢是讲啊，即马先去读册，啊读册啊有人着啊，咱大家紧转来。啊，毋是像国外过去讲，我知影即个囡仔伊无办法，无一定伊注预防射的比就无遐尼悬的时阵吼，无遐尼侪人注射，啊有可能，咱是毋是爱互伊去读册的时阵，就确定讲可能会去喂着别个人袂去，所以因是讲一礼拜是毋快筛2摆，啊快筛阴性才去。就是讲爱有一个预防的措施，除了我家己保护我家己，啊咱是毋是咱这个政府嘛保护讲，可能虽然讲快筛无遐尼准。可是快筛是应该睇迄病毒较悬这个人，咱用推论讲病毒较悬这个人，可能较会晓喂互别人。啊，总讲咱这个人无一定大家拢注着预防射，可是我同少爱注。啊，可是这个人入的人，互迄病毒较悬的人，可能我有定期的快筛，我用留喺厝的。两方面爱同时进行啦，无你说。大家拢去啊，画着再来，画着来啊，去等你停课可能拢画着啊，所以伊个即个速度无办法慢落来啦。我会感觉是安尼，可能第一即个预防射注了较侪进前，啊无你就踮厝的，啊可是踮厝的，你像这家长嘛足可怜的咧，因为你囡仔岁数较细汉，啊伊也踮厝的。家长无办法做头路啊，伊就爱踮厝的爱顾啊，啊，毋是逐个厝的经济拢遮尔好，拢会一直免上班啊。所以我感觉两件代志可能爱同齐做，安尼较安全。是。啊，林秘书，你捌讲过吼，就是进前迄个停课的规定吼，若是照安尼做，一个学校会一直咧停课嘛。拢免上课啊。对，啊，即摆发展局建议讲，规期大家拢停课到5月底，还是讲直接到休热的时阵，敢会使用即个时间啊，鼓舞大家吼，幼囡仔，还是讲高中以下囡仔，紧去注意防射，敢有即个功能？注意防射是方面，像我是感觉应该是安尼，当迄个拄啊，洪总经理嘛咧讲这代志。应该是安尼啦，囡仔若快筛阴性就去上课啦，啊若快筛阳性就莫去上课，应该是安尼啦，啊著嘛是要有人去上课啦。囡仔若免上课，大人就免上班啊啦，因为大人来请假来顾囡仔。是。啊无要安怎？囡仔袂使，你袂使放囡仔家己一个厝咯。你要有人顾，这是违法的代志哦。你囡仔喺伫厝，除了你有阿公阿嬷会当甲斗顾，啊若无你大人袂使。放囡仔伫厝里咯，
安尼甲大人最后，甲大人去用隔离的结果其实是共款的。啊，其实若伫厝里吼，囡仔头起的染病动有的是较大的囡仔是对学校幼稚园入来啊，啊，有更较细汉的囡仔是大人传互伊的，因大人顾囡仔嘛。是。哦，啊，所以即个囡仔染病的机会实在是足大。其实咯，较早小儿科是安怎遐兴旺，就是因为囡仔济吼，啊染病济嘛，啊足济人，做囡仔会破病，染伊感冒，染伊落屎啊，所以较早小儿科咧看这个囡仔就好啊。啊，即摆小儿科拢无法度，即摆小儿科哦，拢无咧做小儿科的代志啊。较早我拄仔讲哦，较早病7成的小儿科医生伫病，3成伫诊所，即摆是3成伫病，7成伫诊所。啊，7成伫诊所的这人咧做啥物代？拢无咧做小儿科的代志较济啦。有的人咧做小儿科代，有的人无啥咧做小儿科代，因无法度看囡仔，无法度生存啦，伊就去看大人的病，啊，无就做一寡其他的病。哦，即看有啥物较自费的病无？专家医科方面。就是咧专家医科啊，啊，就无法度啊，即小儿科就无法度生存啊，因为健保系统之下，小儿科会看的是足少的啊。不管伫病院也好，伫诊所也拢少嘛，啊，只好伊就爱袂使做小儿科的代志，伊才有法度生存啊。多谢。